脾氣暴躁，睡眠質素差，對生活缺乏精神同活力，令我經常同媽媽發生衝突。佢對我說，以前不懂同我溝通，佢不介意，因為我可愛；現在佢不懂同我溝通，佢好介意，因為我不再可愛，甚至表示唔想再見到我。見到黑眼圈，媽媽都眼冤，就連塊鏡都話我知細胞衰老，好鬼苦惱。為咗避免媽媽繼續討厭我，今年母親節我為自己送上性價比極高嘅活靈配方 Youth Activate 西洋參、黃芪、紅景天、五味子結合成獨家基礎配方保活素，加上科研活靈活性成分，當中有反式白藜蘆醇同 β-NMN 相輔相成，修復 DNA 細胞身體機能，改善睡眠質素，穩定情緒，緊緻肌膚，抗氧化。我感受到我原本逝去嘅青春已經翻嚟。今日母親節，我去到最初的起點，重新俾媽媽看見那個活力帥氣乖巧嘅兒子。媽媽見到都想試，最後兩人大結局相擁，一齊 BBQ， 從此過住幸福美滿嘅家庭生活，好幸福，天然科研，幸福醫藥。如果你哋睇完廣告都想試，又或者母親節想送俾媽咪嘅話，記得輸入我嘅折扣碼，喺萬寧買醒腦配方或者活靈配方都可以減50蚊。多謝。